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 虽然是找无上好报警，这并且代表伊无嫌疑。只要属下找伊回去，也唔敢信问。好啊，莫有讲，我想过啊。林公主讲了无唔对，确实为着要甲上方宝剑找回来，煞来乌白掠人，引起民怨，使民心动乱，那你效果会不堪设想。铁公山，在。 大楼内所讲的嫌疑员，除了有确实证据的人以外，其他的全部放走。是。外道卖真实，管心做本心。三皇子，你有开阔的心胸，自然产生智慧，化解烦恼。多谢林公主的提醒，是的，交了。 铁公山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找到上方宝剑。是。武士开！就跟他有一样。
叮当，我等真正拍互你死哦！死有啥物好惊的？啊，叫你跪就跪，为遐是要创啥？真理，顺风，你要甲我计较，搁甲我求，多谢你。哎呀，三公主啊，咱拢家己人对不对？哎呀，客气啦。是啦，三公主，就算讲吼，你国较无稳定缘哦，我嘛袂见死不救啊。多谢。我甲恁两个有啥物冤仇？是安怎要刺杀？讲，到底是谁派恁来？恁若坦白讲，我会当撩恁一命。哪呢？因已经真都自杀了，而且因食的是剧毒。我咧想，因早就已经决定好啊，代志若是无成功，因就要安尼做。那安尼，因就是死事。死事，就是权贵官宦用钱请来的刺客，平常时互因住伫咧厝里，以礼相待。但是，若一项任务无成功，因就以死相见。诶，三公主啊，咱派死出来抬你，你到底得罪啥物人？陈丽，我平常时拢踮伫咧宫内，喊你出宫，哪有可能敢人计冤仇？铁兵三盟主，上海一定赶紧查出刺客的身份。更少，支持。三盟主，我看这个人袂遐尼简单就准拄煞。这段日子你也较细腻。多谢你的关心。还有，李玉凤案件敢若有完结，希望三盟主你会当搁在心里，假使真正伊是冤枉的，才会当行伊的枪毙。对啦，伊是冤枉的。即摆上重要的是要紧甲上峰宝剑找回来。这件代志若处理好势，我会支持伊亲信李玉凤的案件。假使伊真正是冤枉的，我绝对会还伊一个公道。本人呐，本人，本人呐，本人呐，你若这个时阵咧困啊，是毋是人无爽快啊？啊？哎呦，哪会流到这侪汗啦？你身躯哪会这烧啦？一定是你的病还袂好。我爱来妈祖庙找林公主来甲你看卖咧。阿娘，唔痛。伊的意思高明，什么病拢治会好啊？我无病啊。你哪像安尼啦？像安尼较方便啦。方便？是啊。我拄则吼，伫咧外口安尼总跳的，啊是讲我叮当在筋骨吼，对家己身体较好，所以唔才不我规躯拢寒，规躯拢烧烫烫啊。那安尼你搁倒伫咧眠床顶盖棉被？我想讲哦，加留一寡汗对家己身体较好嘛。阿娘，你赶紧去替我做一碗姜母汤啦吼。文燕啊，你真正无代志哦？我哪有啥物代志？我真好啊，我有读医册呢，我当然嘛知安怎做对家己身体较好。阿娘，你赶紧替我做一碗姜母汤，紧的呐！你去替我做一碗姜母汤，紧的。好啦，紧的哦，爱紧的哦。
上风宝剑即摆囥伫我遮，早晚一定会出代志的。也毋过，我应该送去倒位啊？我摕互三王子嘛，师傅一定袂了写我。我归去摕互师傅嘛，袂用你啦。若咧到时阵，师傅一定搁要陷害妈祖啊！我是要安怎？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启禀三皇子，文莲小姐求见。请你来。三王子，我知你规暗拢无食，所以我就专工叫伊卡手人煮一碗冰糖莲子汤要互你。听讲食落了后，会用解决所有的问题拢解决咯。敢真是嘞？一碗冰糖莲子汤就遮尔有效？是我后壁讲的啦。总是袂用无食，加减加一寡嘛较好嘛哦。你紧食啦！敢讲爱叫我饲你哦？喂，你莫安尼啦！唔知上风宝剑即马伫倒位？伫谁的手内？进前。毋是落雨的时节，却莫名其妙连落数10天的大雨，有甲世界做水灾，造成千万的百姓无厝通住，流离失所。我走上风宝剑要去泰山祭天，就是为了要祈求上天庇佑百姓，莫阁受天灾，莫阁妻离子散。竟然甲上风宝剑用放弃，无法度祭天祈福，是我害得朝廷的威信受损，我真正无面面对父母，更加无面面对天下苍生。我看伊遐尔痛苦，我嘛足艰苦，这一切拢是我唔好。要若无，我即马就甲上风宝剑摕出来用伊啊！上风宝剑到底伫倒位？庙通是安怎要骗我？上风宝剑伫林公主遐咧。来者何人？来宾请。谢良女，你哪会来看为师？师傅，我伊来遮是要向师傅请罪。上风宝剑，上风宝剑哪会伫你啊？是我为妈做的身份摕出来。是你偷摕走的。你是安怎要破坏为师的计划？为师我甲你想过，先做三王子无踮伫妈祖的身旁找着上风宝剑，原来是你做的好代志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师傅，妈祖伊自比有情。师傅，我拜托你莫阁陷害妈祖啊，好无？好赌！妈祖是咱敌人，你也知影。妈祖下凡间是要掠咱师徒等去天庭治罪。我知影，也毋过师傅，到以后是你想讲
卡算咱伫咧凡间，来咱行善积功德，将功赎罪。亲像妈祖伊遐尔慈悲，一定替咱讲好话，替咱讲情的啦。小龙女，你太天真了。妈祖奉玉旨行事，伊目的就是要甲咱师徒掠倒去天庭。为师若无甲拄掉，咱师徒永无安宁之日。也不过这件代志，若是去陷害着妈祖，连三王子伊嘛去互牵累着。我逐工看伊自责艰苦，我看了嘛足不忍心的。师父，我是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用你的法术，将这尚方宝剑献给三公主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！免讲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要完成千秋大业，绝对袂当良心。都是拜托你，我拜托你一定要甲三王子斗相共，我嘛拜托你莫阁陷害妈祖好无？妈祖，妈祖，妈祖！为师这尔听你笑你，敢讲咱师徒情，比袂过你甲妈祖的关系？当然不是，师父你对倒是会温情，我一世人。因为我无法度报答你。莫讲什么永生难报，小龙女，你若是去敢违抗为师的命令，暗中帮助妈祖破坏为师的计划，那咱师徒情从此稳断离绝，在天在地永不相见。我不爱，小龙女不爱无事。小龙女，你若真是还阁将我当作是你的师父，你就要好好听为师的话，帮助为师成就霸业，知影无？你先莫哭啦！你受到什么委屈，还是什么人甲你欺负？你甲我讲，我一定替你主持公道。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原来你是高高在上的三王子。你嘛是感觉无法度甲我斗相共。是啊，我连尚方宝剑这么重要的物件都看无去，到即马也是找无，我连家己的代志都处理袂好，老顾才调去甲别人斗相共，我家己无力。煞连累着天下苍生，我真正毛主，你莫艰苦啦。毛主，你相信我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将你的尚方宝剑找回来，你要相信我。
多谢你安慰。忘掉，我袂当失志，我要紧想办法，甲上峰宝剑找回来。 你毋是讲魔力龙珠是神奇之宝，自来显象袂有差错。是安怎可以所查，啥物拢找无？三盟主，你有殷勤，我有年华，事有无常。上峰宝剑是信物，灵性至亲，时机不对，顺差不对。那呢，林公主要爱上峰宝剑，伊动机何在？领会到四处行医。 福处未深，我来讲，你后日若有心无反，这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林公主只是一个温柔书生，伊哪有材料谋反？小公主，古人名训，武为恶，灵服江山，文气势，灵璧相。 那呢，我连妈祖庙外面去刺客暗杀，你敢知影这其中有啥物阴谋？这点我苗通无了解。是讲进前，我有提醒三盟主，等东岳泰山这天进前，必有凶险之事发生。请三盟主放心，我苗通会秉一个良心竭力，适当做法，为三盟主消灾祈福。 三峰就天还，这无怪你，我是因为心烦，想要家己一个人出来行行。铁公山，恁回去，做好有责任保护三峰做安危。只是想要出来行行的，无想要惊动任何人，嘛无人会认出我，没有代志。 上峰宝剑还未找到，刺客的代志如果无法度查明，林公主阁恐求我以人格费心，赶紧清醒李玉凤的案件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早就应该感谢讲吼，期间呢好势啊好势啊，唔管起啊偌好势，若是搁拄着亲像进前。 连续落到10几天的大雨，安怎会破防，挡挡袂牢啊！不过我听讲皇上即届派三峰主来摕上峰宝剑，要来遮祭天祈福呢。安尼后摆遮有大天灾啊，地方的百姓情况也嘛较安稳。若是安尼就好啊。
通这明明就停落去，想做即马？敢讲真正是妈祖娘娘狠心救我？望暗树孤芳，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 感谢妈祖娘娘救命之恩。进前我带人来庙里搜查，了乱圣地安宁，请娘娘赦罪。三皇子，林公主，三皇子，有何所求？求信道伫心，心美就苦，心悟就自在。林公主，你敢相信妈祖娘娘会显神救人？活在天地之间，众生随业而选，人心有千千结，心明慈悲，随机教化。只要你虔心敬奉，虚心接受圣道，就会当感应到生命的灵性，化解你的心结。心迷着苦，为了上好保健的代志，我心内真正感觉足苦的。可是保健若无赶紧找回来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林公主，我今日来这应该是神灵的旨意。你伫这修善多时，灵气过人，慈悲济世，一定嘛有得到妈祖娘娘的信任之气。所以我想要拜托你，替我甲上皇宝剑找回来。三皇子，只惊我能力有限，所以我要请三皇子，你另请高明。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有去找过庙通真人，根据做法指示，伊断定上皇宝剑被盗的代志，甲你有关系。顺境之人，唔惊别人安怎无效，只要我做得正，做得成，任何人愈伤害，颠倒会愈提升人的人格甲勇气。其实，佛、道、释儒，拢是伫咧修持，普济世人，度化人心。假使三皇子，你若对我有怀疑，我愿意甲庙通真人当面对质。那安尼乌白是非，自然就清清楚楚。好，既然你安尼讲，那安尼我就请府门高僧、基校长老来主持公道。今仔日的争论，事关人间吉祥和福，希望各位府门大师会当心辨明断。庙通真人，进前我有去妈祖庙搜查，但不过拢无找到任何物件。是安怎你哋断定上皇宝剑是林公主偷摕？三皇子，当日因魂速起，三皇子未能把握时机找到上皇宝剑，但道不负人，我不大公义。我庙通早就以3期6仪之术断出上皇宝剑被盗是甲林公主有关系。林公主，庙通真人所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三皇子，你是一个妖道，你莫听你的谣言胡说。你讲道不负人，也毋过修道的人应该有好善之心，行仁义之事，以道行善才对。
深观万法心菩提，广行众善尽涅槃。修道必须要诚心正念，若有杂念，必定会走火入魔。真正的道法是由正心而起，真正的道法应该亲像无尽无实的明灯，照亮世间，指引众生行向正道法。唔知各位大师，恁的见解如何？一念教即是无地，一念迷即是苦毒。林公主讲了无唔对，心为万法之根本，万法皆由心生，正心乃是根。 万法皆从心生。吴苗通若要修炼得道，神通广大，领悟天地玄妙，怎敢自称苗通真人？怎敢断言林公主甲上方宝剑彼得有关？嘿，你个了后别讲啊哈！你要甲阮公主比神通哦，你还阁早咧！ 神通真正的意义，毋是刀枪不入变化无穷。神是精神，通力是专心，心专神就通。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？我想通啊，我想通啊。这里通力就是觉悟，嘛就是善念的开始。你强辩！我方才以父连招，就是要印证。 天职所传不离，人生是火海，人生是毒气。我修道就是要灭世间之火，除世间之毒。敢讲这不是善良心？这都要看你的心是迷，或者是悟。你虽然是修道的人，啊，不过你心有事。悟之无明，安尼是容易走火入魔，难进正道。 生我之物如火，天寒地冻，我今会用取暖，也毋过我想见道危险。若是看袂开放不下，就敢若手提烧红的热铁，铁骨一定会烫伤。世间的名利，敢若冰雪共款，看起来真水，也毋过落伫手头上久的话，嘛是会冻伤。修道的人。 若是太执着，就会嗔心难断，会走火入魔，而且会伤人害己。阿弥陀佛，人生见性，了无挂碍。林公主讲了无唔对，人人拢有佛性，入魔入道，拢伫一念之间。今仔日的争论，双方拢有家己的讲法。苗通真人。 我看会出来，你心内不服。也毋过，你若是阁坚持上方宝剑是林公主偷摕，那安尼就请你提出证据，证明你的坚持。三王主，我苗通是以无上道法断出林公主甲上方宝剑彼得有关。方才听林公主所言，林公主对神门佛学甲道法完全有研究。 那你明日处时，我苗通就甲林公主用道法来论输赢。东南修高旁，小无行高大堂，以我点。 方才听林公主所言。 林公主对神门佛学甲道法完全有研究。那你明日处时，我苗通就甲林公主用道法来论输赢，定关系。林公主若是输啊，就必须要认罪，甲上方宝剑交出来，并以灭苗之罪而做主。屁屁，安尼讲的，甲上我充满输的呢，啊你若输要安处理啊？
我苗通若是输，主战相安，主断相避。好啊，公主甲伊拼，互伊知影，啥物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。水线吹啊个天起来，臭嘴。既然大家心有看解，那安尼我当责任。苗峰，他说你若是输，无需要主战相安，嘛无需要主断相避。我苗通讲会到，做会到。 借着魔力良珠，吸取上方宝剑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慧光，神功大增。今仔日绝对要三王子大开眼界，心服口服，嘛要妈祖一败涂地，永不翻身。铁公山，是，这两位即马开始。 自西菩萨行深破例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界空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好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智身意。 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；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；乃至无脑死，亦无脑死尽；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定。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以破例波罗蜜多故，心无跨界；无跨界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三世诸佛。 以破例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破例波罗蜜多是大成就，是大明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顶顶就，能度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愿：各地各地波罗各地，波罗僧各地，菩提萨婆诃。想袂到林公主竟然这么轻松就行去。 这乃是林公主心向正道，修佛有成。五角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世间一切拢是空幻，就是不惊、不怖、不畏。对于家己的身体性命，心中不存牵念。阴阳顺逆妙无穷，三奇六合九玄通，妙法通达生死理，天地拢伫掌握中。 事到如今，我若无拄着妈祖，就无法得到三王子的信任。 安尼就看袂定咧。这个苗通
唔知用什么奥博垃圾波，散唔敢互大家看到。我是老师傅的，也不过，我个无想要看到妈祖。 还是放下。要通知你，进前要请你做我去泰山这天的代志，以后再搁讲。 厂主，我能讲你。厂主，我听人讲你暗时拢无食物件，所以我专工摕物件来互你食的。多谢你。安怎？你阁为着上风保健的代志伫咧烦恼？要出境的时阵，父王为着要我好好发挥。 所以特别甲上风宝剑交我，伊阁吩咐我，要去这天一路上，好好清查朝廷所拨落来赈灾官员，是毋是有全部拢用伫百姓身上？安尼讲起来，你的父王敢若真看重你吼？是啊，也毋过已经找过6天啊，一点仔线索都无。假使上风宝剑若真正找袂倒来。 父王一定会对我真失望。袂啦，袂安尼啦。对啦，嘿，我有听人讲哦，迄个苗通真敢若真厉害嘛。伊今日拢有甲伊迄绝招点出来。我阁听讲伊的法力敢若真高强是？我甲你想法无同款。我原本想讲，林公主只是一个一般的大夫，也毋过想袂到。 伊学问遮尔好，做人阁真有慈悲心，尤其当然咯，伊是妈，妈妈湖北赤卡医生啊，你嘛知影赤卡医生哦，拢死过黑白走的，捌的物件当然嘛真多啊。干嘛呢？也毋过我总是感觉伊甲一般的大夫无共款。好啦，咱免讲这啊啦，菜拢要冷起来，行，咱入来食，行啦。 这里，阮的姑娘个性天真活泼，是一个使人心动的查某囡仔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看到伊满目忧愁，我心肝内就足艰苦的？我若无定定看到伊，我阁会想伊呢。失去上风宝剑，互伊遐尔痛苦。 我明明都应互伊欢喜的啊！
变看卖，就安尼。小龙女已经大汉了，女大不中留。然过，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！什么了？免紧张，是恁输这小龙女来啊！输这？师傅，我应该无叫你练功人哦。为师上疼爱的徒弟来看为师，何来教了7岁？我就知师傅你上秀啊！安怎？心生好？为着上方宝剑来的。进前摕走上方宝剑，害师傅要含埋妈祖的计划失败，我知影是倒字唔对啦。不过师傅，恁是毋是用想别个合拍的方法，莫阁用上方宝剑啊嘛？师傅，拜托啦！我为师一个理由。理由哦，迄上方宝剑顶头有迄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火啊，迄一个无小心哦，是去互伤到的呢。所以都认为哦，这个这不是理由，应该是为着你以后的三王子才对。师傅，你看到伊失去上方宝剑，失魂丧志，你心肝真艰苦。想要赶紧把上方宝剑摕转去予伊，通啊借这个机会，互伊对你更加意爱。师傅，你敢有需要讲到里边？伫两个师弟面头前，你嘛留淡薄仔面子予我，讲到袂输，我敢来倒贴呢。乾坤融合是天地之道，万物循环的根本。其实你嘛无需要通好歹势。搁再讲。拄则你讲了无唔对，在上方宝剑内面，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火会解除一切危极天运的法术。若无相当的谨慎，是未忘记你，深受其害。搁再讲，你甲三皇子是浓友情，没友谊，实在无应该互恁安尼叶叶，应该互恁较大方的。师傅，所以你答应哦。师姐，多谢师傅，那你我今麦就赶紧等去回青龙。师傅，哪会这么简单就甲上方宝剑献予三皇子嘞？对啊，迄是咱辛苦得到，准备要对付圣灵的啊。我安尼做嘛是咧对付伊，今日决斗无再条该收掉。以后要跟随三王子登东岳泰山祭天之时，刻出天地日月精华的计策，绝对受影响。不过，天命有影是天命，小龙女已经牵制了三王子。日后，小龙女若是太自毁，就是更较大的风险。为师的计划是愈来愈顺利咯，何乐而不为？何乐而不为啊！别使，我难道唔捌听过专家讲过？秦良入来，如记尊者，叩见尊者。老大人，尊者对你最近的表现无啥满意。有人想要调查朝廷收检报犯的官员是毋是避贪？老大人，你敢若无全力阻止啊？有，属下真全力啦。只是，伊是三王子。属下只是一个小小的顺妇，尊者自然会低调伊。
毋过是搬去大陆迄个李玉凤，真有可能把咱的秘密拢压出来。属下知影，只是因人毋选伫个人世进前，敢若有交物件互伊，所以属下想要先摕到物件，然后才会当。等你摕到，别人先摕到要安怎？当初吴文山向你报告，你就应该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如今舞到这个地步，你阁唔知影收煞，敢讲一定爱甲火烧高寮，将尊者拢牵连出来。属下无理。老大人，尊者对你非常的器重，只会甲累积新条设立的同志交代予你。你知影这是什么意思无？将来尊者登基，你就是东条宰相的第一人选。会当做个宰相，苗同一人果然是了事如神。千万唔通让尊者失望，知无？属下知影，且袂使转变尊者。属下即时除掉李玉凤，以绝后患。啊，若三皇子这边，属下嘛会好好处理，互三皇子莫阁对着官员的代志，叫伊紧去东岳泰山祭天，请尊者放心。以后有事禀报，西凤天顶，我随出现。属下强送袂使。大人，属下即马就来去大路，将李玉凤解决单掉。哼！三皇子即马搁伫恁大人我的官体内面，你嘛小动一下脑筋。你是想要落一个东庸私刑、杀人灭口的罪名？咱袂用主动，啊，毋过，假使李玉凤企图盗驾，甚至是影响其保，本官当直接甲伊处斩。就算是三皇子，伊嘛对我无可奈何。李玉凤，食饭啊！慢慢啊，姐，无人会甲你抢。这是你最后一顿啦！你惊我下毒对无？袂啦！我最后阁问你一题：黄文山要死进前，是毋是有啥物款物件交代予你？你也是唔肯讲，好，好，迄是啥物？你真大胆！你想要逃走？来人啊！你讲，你要做啥？你别抬我！赶紧去！你冤枉我，你陷害我袂死，我袂死。妈祖婆，你救我！妈祖婆，你救我！妈祖婆！李玉凤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李玉凤可能有性命危险。玉凤姑娘，伊会死哦！一定是迄个孙虎行北坑，想要杀人灭口。孙龙，安尼要安怎？陪来去救伊啊！点甲平一啦，点甲是误犯的呢？犯，因已经在犯法了呢，咱要去管因哦。走伊啊！叫人较要紧啊！行！我已经。
妞妞，妞唔敢啦，妞妞，唔等我念啊！唔敢，唔敢。哦。救你个风当然重要，也毋过有搁较适合的人去救。啊？较适合的人是啥？未来可能的明君。明君？哪熟悉？嘿，恁朋友啊？啊，你规气讲哦，西面的明君好啦。明君就是好皇帝，好皇帝就是明君。恁还拢教袂下啊？有够戆的啦！哎，你。妈祖娘娘，洪祖，你安尼借酒解愁，敢有路用？洪祖，你身负社稷民生的重责大任，后摆的路是愈来愈歹行，你也有勇气接受这个挑战，唔通因为目前的困扰造成你的看法。因为上方宝剑拍无去。我唔但无法度对阮父王交代，而且嘛害朝廷的威信受损，我真正足自责。上方宝剑放去是有心人所做，并唔是你的能力。搁再讲，因为你的能力，宝剑真紧就会找到回来，你唔免怪。真是嘞，上方宝剑真正找回来。洪祖，你即马真正应该烦恼的。唔是朝廷的威信受损，嘛唔是恁父王对你的无信任，上重要的是天下黎民百姓，罪犯侵害了，未前到处传染，阁有贪官污吏伫咧欺压百姓，你皇室的子民伫咧水火当中，连活落去的机会都拢无，就等待你伸手去救，想会到。你阁借酒解愁，你敢对得起你的子民？先天下之忧利忧，后天下之乐利乐，这才是为正。苦民所苦，将天下的黎民百姓当作敢咱家己的囝伫咧疼的，安尼才是人君。你知影？这段日子，我拄到真侪代志，只是无多顾虑遐多。请你下罪。知错即改，及时回头，安尼都唔是罪。洪祖，你将来有替天下黎民百姓造福的机会，也毋过，都要先整治危害百姓的贪官污吏。李玉凤的案件，是你即马立刻都爱办。李玉凤的案件，敢真正是冤案？是毋是冤案？都要靠你的智慧去调查，一定爱记。一个朝廷是兴也是败，爱看百姓是活了真自在，是毋是活了真快乐？天光啊！我拄则是迷茫，还是伊？问个姑娘，你做啥啊？我甲你讲，我拄则有看到，不是啦，我拄则有望到妈祖娘娘。伊劝我讲，应该赶紧办证书，为老百姓做好，才是正道。上方宝剑放弃的代志。爱我免烦恼，想做免烦恼啊？伊讲因为我力行仁德，上方宝剑只是一时叫小人夺走，时间若到，自然就会找回来。
妈祖娘娘这么啊厉害，寸算准我会甲上方宝剑摕来用。妈祖娘娘佫讲，我将来有机会会当为天下的百姓造福，但不过必须要先天地贪官，整顿有法。对啦，阮的姑娘，这么大来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你带我去一个所在，行。你看，真水吼！这花哦，已经开到满山平安呢。我甲你讲，这个所在是我发现的哦。我即马已经甲伊当作是我家己秘密花。 水，比皇宫内面御花园更水，袂输是世外风云。既然安尼，以后我这个秘密花园就是你的秘密花园，咱就把这号称是咱的花园，行？安怎？敢讲你看到这个咱的花园无欢喜哦？不是，我无这个意思。 我代志超烦，所以看到这样水的风景，无啥心情通想。那呢？假使你的上方宝剑搁找回来，安尼是毋是就较有精神啊？ 喂！这上方宝剑是我找回来，你无甲我说多谢准拄煞，连到你说多谢妈祖。我，家己讲算笑的啦。对啦，你拄则讲妈祖娘娘显灵，爱你爱替老百姓做好，我讲啥物爱天地贪官。对，我差一点都袂记。 这么上重要就是要紧处理李玉凤的案件。李玉凤？是啊，就是咧。等我证书办完了后，我再好好陪你欣赏这个咱的会议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明明是爱我的，天公伯想怎么来对待我？这个世间敢够公理，敢够正义？我做无，你伫倒？你到底伫倒？你敢知我伫哭？你敢听到我伫讲话？你敢知我要靠针手啊？好，你别抱庇我，我紧。 我求你，在我死后，好好保庇我的囡仔，我的大家，
小小的要求。妈祖婆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我在讲话无？妈祖婆。田宝，我的囡仔田宝，田宝。往南想，孤芳寂无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风。做一个恶梦啊，尔，还是讲阿娘伊已经讲这是伊托梦给我的，我不会阿娘死，我不会阿娘死啊！妈祖婆，我求你保庇我阿娘。奇怪，代志哪会变甲安尼？这本就是个水。这把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别看，你是厝旁是拖汤啊？娘娘在生气啊啦！我嘛知你生气，是讲娘娘这样自卑哪生气？你无听人你讲哦，心嘛有3分任性，拄着这款代志，什么人嘛生气啊？陈立干顺从你。是。娘娘请吩咐。对我来去救人。才3分左右的。你先落人吼。是。小下来办啊，请三公主下罪。三公主较早叫小下来，是毋是有啥物要事要烦恼？我遮尔早找老大人来，确实是有代志。李玉芳的案件，我要亲身重审，麻烦老大人安排。小下已经将李玉芳处斩。什么？啥？这款小案件，小下要来加惊动三公主来亲身审问。哪会甲伊处斩？这案件明明都还未审结，而且还有真侪疑点。我已经审结，李玉芳认罪了后，畏罪是义，所以张梅以企图盗假，而且行凶自保，小下就甲处斩，然后再来调查伊是安怎摕到凶器。伊哪会当无甲禀报，就甲伊处斩？小下只是依法办事。李玉芳以通奸杀夫、企图盗假、行凶自保，所以一定要速办速决。若是拖延伤久，将惊会惹来非议，诽谤朝廷效路不彰。而且小下只是也管辖办案之内，照规矩办事。老师，阿爹啊，那李玉芳是什么时阵处斩的啊？那你早起下令，随一个压走，我想即马应该已经。紧甲准备快马，我要阻止行刑。凶爷对三公主不好，皇上三令五申强调，皇亲国戚袂用咧干涉司法，这嘛是烦恼。三公主会叫我是。李玉芳这案件明明就是阮来，我这叫做空尽如法，毋是私心自用干涉司法。而且我有父王遗属我的尚方宝剑。尚方宝剑。希望会救李玉芳，若无，咱对得起朱比提起我的妈祖娘娘，明明知影伊是冤枉的，却互伊叫人斩首。
我若对得起天下百姓。行，行，行，快点，跪落去啦！稍等咧。大胆！妖兰现场该当何罪？你知无？公主，你定救咱娘，你定救咱娘，你公主！你公主，你就来救救你放心，请问大夫，李玉凤案件还未审结，你就要甲处斩，你安尼犯什么罪？你敢知影？难讲，李玉凤通奸害夫这个案件，阮大人已经审案了结，而且伊嘛认罪啊。我讲的毋是通奸杀夫的案件，我讲的是偷摕官银。偷摕官银？无毋对。我替恁大家黄老夫人医病的时阵，伊予我这个银两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官银。伊讲是李玉凤搞的，所以我要控告伊偷摕官银。无毋对，难道阮就是厝大人啊控告伊啊？所以讲，伊搁犯另外一件重案哦，一定要甲查清楚，才会当当济执行啊。若无李玉凤会做过这条罪，你讲对毋对啊？对啦，有道理啦，而且会变做一件永远无法度破的案，恁讲对毋对？对啊！所以李玉凤的案件无法度解决，上好你是出来倒转去官府，请官府大人查清楚才好管。姓林的，你要安怎告我毋知影，我嘛无法度讲了济。我拄仔受命要来处斩李玉凤，你若有意见，你去找巡抚大人。来啊，行刑！红蓝树高旁小无行，孤单窗伊我点。受命要来处斩李玉凤，你若有意见，你去找巡抚大人。来啊，行刑！是。叫咱无安尼，就在路边有你讲袂清。除了可以移交，但是袂当有去交哦，别讲成你来来。乱！你搁再乱，搁乱我就要挨你两头。恁三个嘛同款，好带你做事看卖。杨经理，不出行刑。玉凤姑娘，请起来。大胆！敢讲你无听到我发天子行人信？秘籍无听到。好，这笔小我才甲你好话说。今嘛，
停止行刑。属笔迹能力天明，孙女大人已经颁布处三令，笔迹必须执行。敢讲我议人离袂过老鹰台处斩令？笔迹不敢，只是各有各法，家有家规。以5条律法，这应该就爱过老鹰台处斩令。上通宝剑，如定亲临。万岁，万岁！放心啊！你做了真好，虽然无甲李玉凤除掉，但不过嘛只好是安尼。是讲，文言免爱找到上方宝剑，如果讲是为小贼的手头摕着。老爷，听讲三皇子的上方宝剑找到啊！哎呦，赶紧啊！文言真正是愈来愈奇怪，敢若变一个人共款。我看一定是妖怪附身，咱赶紧甲三皇子借上方宝剑来用。大家毋是拢讲上方宝剑驱邪上有效上？我遮还阁真侪草原的代志在处理，你莫直接吵。大人，三皇子有事求见。老大人。李玉凤讲伊的认罪，毋是心甘情愿的，你免甲解释。三公主，恁斩首前的死刑犯，无一个袂犯口径的，因拢是想讲，若会当加活一工就算一工，就好判真罪。三公主，你是偏向欺瞒，这案件有真侪疑点，我想会欺瞒我的，应该若是李玉凤一个人。想下做代志，以后是秉公处理，就算是单面嘛，同款的奉命行事。搁再讲，想下甲反复李玉凤无冤无仇，要哪会？好啊，莫搁讲。对明仔载开始，我要重新处理。我就唔相信我查袂出真相。时到，我唔若要互你心服口服。假使若真正互我查出这个案件是冤案，你的乌西母嘛保袂了。上下问心无愧，你上好是问心无愧。你就有气质呢？这不是气魄的问题，还是你阿爹？算算你，莫讲。这下这个代志是要安怎做？大人，咱无法度替你讲好。那呢，咱要安怎向伊使交代？万一若真是要……我即马就特地烦恼这三皇子，国家现在爱找麻烦的性命，所有代志拢家家做伙。大人，庙公真灵求见。庙公真灵。庙通见过水，一年来甲拄啊好，本官心肝真乱，重严肃的考验对无？孙武大人免惊遐，天命已经注定，踮伫孙武大人顶上宰相之位进行，扫毒一直倒来。今年你的意思是讲，天公伯甲我斗相共？庙通即阵就出现伫你面头前啊！大人，你是毋是感觉眼中顶咧赶赶袂走，狱中饲咧慢慢袂掉？这重重的考验阻挡着孙武大人你的前程啊！真灵确实是料事如神，会当帮助我除掉眼中顶重刺。一照三鸟，一照三鸟，无对。这招好，真是妙计。
会当除掉李红，赶走4年的这个高高，佫会当叫三王子赶紧离开我的管辖之地，去东岳泰山祭天，安尼较袂去误着我的大事。一石三鸟。听大人安尼讲，进前刺杀三皇子的人，就是大人所派。当然唔是，本官无这个必要博遮大。搁再讲，本官一直用心计较，要互文贤甲三皇子因两个斗做伙，我免哪有可能搁派7个杀害遮有价值、善良怪才。这人到底是啥？大人应该知这人是啥对吧？甚至大人有甲斗3工条。亲灵确实就是亲灵，任何人拢无法度在亲灵面头前讲假话来隐瞒你。无毋对，本官本来就有两平阿宝的拍算。三皇子若是无被除掉，阮查某囝就会当顺利做皇子妃，甚至将来会当做一国之母。你甲想看觅，安尼本官后半世人是毋是都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？三皇子若是除掉，大人面目可传，会当保证大人日后的荣华富贵。所以，要伫三皇子性命的人，其实是。既然三皇子真可能被杀，敢阁需要师姐去甲伊做伙呢？对啊，安尼毋是白费师傅你一番的心意。迄来白费，两边阿宝的，毋若这个孙府老英台。地主想无呢？三皇子天明强的有价大统登基的迹象，要替伊担何容易？继续甲这个老英台共同合作，嘛毋是讲无胜算啦。等待因将啊兵马大权的时阵，安尼讲，将来做皇帝，毋就是因背后的迄人？总讲一句，咱敬己行善，若免闹，互因的人去闹，为师就徛关山看马受台。到时阵为师若得到为师想要得到的，因的人想要闹就闹袂起来。你免烦恼，三皇子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，洗清你的烦恼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唔相信？你今日关关上位。 阮娘娘意思是讲，这是伫咧保庇阮一个伙仔的，是妈祖婆。对啦，今仔日哦，我嫌嘛出代志，若不是妈祖婆显灵，阮玉凤真正就爱死踮在遐贪官污吏的手头，阮唔敢。 到底是去得罪什么人？
也是讲犯着什么天条大罪，咱都安尼来种外棍。我知影啦，阿娘，这社条互咱的物件，我会好好保护伊。你啥物时阵再讲话？我就是要听你唱歌给我听。天宝，我顶摆毋是有摕药啊，要互恁两个食。药我啉啥呢？有啊。阿娘，这是林公主给我的药啊，这互你更加健康，保平安哦。阿娘，你紧食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阮会讲。林公主，真是嘞，拄则一直无闲，甲老大人参详，会中心利用红案件，所以一直无来甲你说多谢。好佳在有林公主想到办法，拖延行刑的时间，我才法度救你的命。三公主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人民爱物，亲身走上风宝剑，来救一个平凡的老百姓，你这种行为，你这正是使人欺负。好佳在有妈祖娘娘的慈悲点醒。进前，我为着要找找放弃上风宝剑，真正乱了分寸，煞袂记苦民所苦这4个字。这么烦头受的，社稷民心不稳，百姓生活在水火当中，就算讲有搁较侪上风宝剑，嘛无路用，敢毋是？同款的道理，不管是高官显贵，也是凡夫走卒，只要你时时存善心，处处以从心为念，安尼就是好，无事再求。你有吗？免嘞，对明仔开始，我要亲身重审你的案件。你若是有啥物委屈，做你讲。只要你是清白的，我保证你要受到任何的欺压。我会赶紧洗清你的烦恼。啊，不过，阮阿娘和遐个歹人，害到无法度讲话啦。你敢捌你？阮叫好，也无读啥物书，伊捌的字无济啦。不要紧，伊若是听有我问的对也是毋对，安尼就好。老夫人，你莫烦恼。既然我用上好宝剑保掉你的新妇，那呢，我就会尽全力为恁一家伙仔查明真相。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，多谢。多谢三公主。参见三公主。我问你，李玉王的翁婿黄文山的尸体是毋是你验的？回三公主，确实是笔迹所验。那呢，死因为何？死者是中毒身亡。中什么毒？
身上敢还有其他的外伤？伊是中着皮霜之毒，身上无任何的外伤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！哇，冒死啊！黄文山的尸体挖出来的时阵，敢有其他的家属在场？无，因为尸体烂到真严重，恐惊引起传染病。经过巡抚大人的同意，秘籍伫咧验尸了后，就赶紧把尸体火化，所以才会袂符合家属陪同验尸。这是律法明文规定，也若无，老大人，律法安怎规定，毋是干那你一个人知影。王祖，你安怎确定黄文山的死是因为中砒霜之毒？回三皇子，尸体七孔流血，喙唇翻乌，脑下溃烂，这分明是互人用砒霜偷死。三皇子，大胆！公堂之上无人允准你，你敢有资格讲话？大人啊，老大人，互伊讲。林公主的医术高超，对案情的调查应该真有帮助。林公主，有啥物话做你讲？是。拄则听吴嫂伫咧讲，黄文山的尸体已经会烂到造成传染病，所以我想要请教吴嫂，你是安怎判断黄文山伊七孔流血，臀乌后烂？这。那根据我的了解，尸体待伫咧涂骹遐尔济工，用看是无法度正确判断伊是毋是有七孔流血。伊若是中毒的意思，就是伊食着人滥毒药的物件，迄毒性对体内发出来，所以喙唇翻乌，这是对的。也毋过若是后烂，是绝对无可能的，对无？林公主，这句话安怎讲？三皇子，只有是甲毒药用惯的灌入去喙内，迄个毒性才会留伫咧脑后，造成溃烂。这件代志，请三皇子明查。你安尼讲无唔对。王祖，黄文山的尸体，你到底有详细验过哦？回三皇子，秘籍真正有详细验过啊。那呢是安怎？王祖，你唔免紧张。依照律法，只有官派任命的仵作会当伫咧公堂之上来作证。参照伊一种骗食骗啉的恰家先啊，凊彩讲讲的，敢会当做是审案的参考？对，启禀三皇子，秘籍讲的，才会当准算啦。林公主，人话你是听无？若毋是因为三皇子伫遮。我早就甲你讹出去啊！是。哦，既然我就讲黄文山是中砒霜之毒死的，那安尼砒霜对倒来？李玉凤，你敢有买过砒霜？迄当然袂承认。大明，是。团业部头家，吴阿牛。老大人，你啊，属下只是好心替三皇子你分忧解劳，卖砒霜予李玉凤的人，早晚拢是来团你来问话。参见三皇子，巡抚大人。阿牛，顶遍我问过你的话，你给我老老实实讲一遍。是大人。2个月前，李玉凤曾经到我药铺买了1斤的砒霜，小讲完了。1斤？下毒杀人，砒霜只需要1点仔就用的，敢有需要1买就1斤？伊讲要头养起啊，所以买较济。无
人的戆甲牛脚扫出来，还佫唔知，明明是要害死人，当然嘛是爱小暗看一下。我问你，牺牲一斤偌侪钱？大概15吊钱。那呢，鸟鼠药啊，1吊钱就够。1吊钱？有人会加开15倍价钱买药啊？目的只是为了要讨鸟鼠。我会记刘大人的新闻记录内面有讲，李玉芳开始的红晒黄门山以后，就雄雄公公凊彩找一个所在，甲尸体抬起来。那呢，下毒用的药啊，不管是鸟鼠药啊，还是砒霜，甲这道理是同款的。伊若加开15倍价钱去买砒霜的，安尼敢有合理？刘大人，我安尼讲了对。天下间无合理的代志真多，有人嫁翁生囝，共款的讨价兄，这是头一点无合理；有人听将奸火使弄，翻头将家己的翁婿刣死，这是第二点无合理。亲像伊这种软弱的女子，竟然会刣死人，将尸体甩去别位抬起来，这就是第三点无合理。假使这个无合理，拢无要相信，安尼天下间哪有凶案？官府都无需要掠凶手来破案。公堂上的真精彩，我竟然无法参加，实在可惜。无行，无念。地主在，照计划进行。是。林明流，你毋是上佳的风雕雾术。太来了！叩见三盟主，书封大人。状纸里面讲，你捌看到李玉芳甲人伫树林底做出不守妇道的代志。对啦，就是这阿万啊啦，阮庄仔内哦上出名的狡徒啦。迄天吼，我着经过树林，啊，着拄好看到李玉芳甲阿万啊，因着拿清裤，拿位树林出来啦。好啊。你到底是敢若经过树林边，还是你真正亲目睭看到伊甲人做出迄款的代志？哎呦，啊孤男寡女，啊秘伫咧树林内底，啊毋就是为着做迄种代志？而且吼，阮庄仔内，大家拢嘛知影讲，这李玉芳哦，伊上下贱啊，上爱诱拐查甫人，甲查甫人黑白来啦。妈祖婆，伊哪会安尼侮辱阮阿娘？我求你，赶紧替阮阿娘伸冤，替阮阿娘讲一句公道话啊！我搁听讲吼，伊除了甲阿万斗阵以外，搁有甲其他的查甫人斗阵啦。你讲袂出，你讲袂出！阿娘，你在讲话啊，阿娘！我阿娘在开始讲话啊，我阿娘伊在开始讲话啊！妈祖婆才受地保庇阮阿娘。李玉芳，进前发生什么代志？现怎你突然间无道讲话？我是去用黑药啊，陷害。哦，这件代志我会调查清楚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不过即摆上重要的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。伊拄则讲，甲是伊讲白菜。是，
讲袂使陷害我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要讲袂使陷害我？我，迄天阿曼伊要捕了我的时阵，你根本就无。 但你高早已经死去啊！来安尼啊！这阵风哪会这么奇怪？是安怎摇起会这么重？加风加较强咧。 到底是谁要治我的性命？这啥？欧依林的衫啦！大大气客，我是要走。孙两位，这摆是包队出来。包队出你唔知吼？你甲咱当作是欧依林啊啦！铁公山，这到底是安怎？革命三盟主，拄着想要刺杀三盟主的刺客，就是因人的。本人从来都唔捌学过什么武功啊。那呢，你一生的功夫是对倒来？三公主，你可能记唔到啊。本人真正无遐人多人店啊。林公主，你是不是有感觉本人甲以前无啥共款？人有时阵才是会改变，有时是因为环境的压迫，有时是对人生有感悟。这就要看伊改变是变好还是变歹。马祖启示录，人的心念意境，确实会当保持开朗清明。如此以来，四颗恁等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，拢是美丽甲善良的。这也就是心正，心正邪不侵，自然袂忧心，袂疑苦。 大声的酒里红，伴阮舞步飘舞岁月流转。风暗像孤芳，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风港。风暗像花丛。 心肝，雨水重，花香自